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耶书亚记1到9节，1章到9节。和合本圣经在263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小谕摩西的帮手黎巴嫩的儿子耶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达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壮胆，谨守遵循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能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以上。这时候我们来请台湾神学院牧师来讲道。陈牧师他讲的题目是看世代传承，看世代传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到我们迦南教会，来跟各位弟兄姐妹请安。我在这里也特别要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向我们所有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表示感谢，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迦南教会不但一向在祷告跟金钱的奉献上面非常的支持神学院的事工，我们也特别都有年轻人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这是一件让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感觉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每一次看到有这些愿意为主献身的年轻人他能够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在几年之后将来成为传福音的人，我相信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大感恩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摩西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然后以色列百姓他们马上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在40年前，上帝差遣摩西从旷野再回到埃及，然后在法老王的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因为这样子，上帝让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从他们本来做奴隶的埃及地能够离开，并且过红海进入到旷野。在经过旷野40年的训练之后，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他们就即将要进入迦南地。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其实已经在世界上的日子已经到了，也就是已经120岁，所以摩西已经没有办法再带领他们进迦南地。我们如果读申命记，我们会发现在申命记的31章24节到29节这个部分，在28节，在摩西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召集了众支派的长老跟长官来，然后呢要交代他们。那他跟他说：“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然后圣经说，摩西说完这些话，他就上山去，没有再下来了。所以当百姓他们在这个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他们。那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其实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没有小于40年前他们的父亲跟祖父那一辈所面临的困难。因为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首先他们要渡过这个约旦河，而且他们要渡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所进去那个迦南地也并不是都没有人住在那里。我们后来会看到，其实在迦南地他们有迦南人，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原本就住在那里的人，所以他们事实上虽然上帝已经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可是他们必须还是按照上帝的带领，还要经过很多的试炼。而这个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他们，他们下一代的领袖在哪里？我想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国家，还是一个公司行号，还是一个民族，很多的企业也一样，都会遇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几年前，《天下》杂志有几期，他们专门在探讨，就是所谓的世代交替。因为老一辈的会过去，而年轻的一辈，他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可以承接了？我们台湾的企业，可能在40年前，甚至60年前，有很多是由这些白手起家的人，他们所创起来的企业。那他们创起来以后，这个企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由他们的第2代渐渐的开始接手。但是呢，在10年前左右，他们开始要面临的一个就是，这些企业家的第3代，他们是不是也有办法接手，或者是说他们必须要改换一个经营的模式，由专业的经理人来接手。而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当一个国家原本受人家尊敬的领袖，如果他已经任期届满，或者是因为他年纪已经老迈，那我们马上会问的是，下一个领袖在哪里？国家是这样，企业是这样，其实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会问，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如何？我们现在教会的年轻人，到底是不是也准备好要承接起在教会里面重要的职务？在几年前，我曾经受邀请去到一个蛮大的教会，在台北市，而这个教会的牧师给我的一个题目是如何鼓励教会的年轻人来参与更多的教会服事。当我开始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当然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整体来讲，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是比较少的。不过感谢主，我今天看到我们迦南教会年轻人算蛮多的，但是如果总平均整个长老会来讲，我们知道其实是比较少。所以当我开始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发现根据我们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所做的一份调查，他这样说：1990年到2005年，如果我们定义青年是11岁到40岁，11岁到40岁叫做年轻人的话，那在这个1990年的时候，有1125万，可是经过了15年后，只剩下1070万，这是台湾的总人口的青年人，所以下降的比例大概有4.5%。可是如果以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年轻人，从11岁到40岁的这一个年龄层来讲，经过15年后，下降的比例是15%。台湾的总人口，我们可能因为少子化，我们可能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所以下降是4.5%。可是教会的年轻人下降比例是15%，也就是教会的年轻人下降的速度比整个台湾社会下降的速度更快。我们如果再看去年由一个21世纪智库所做的一个调查，
他们是由一群非常严谨的基督徒的社会学家所做的调查。他告诉我们说，台湾这几年基督徒的比例大约还是保持在4.7%左右。如果再加上天主教的全部人口的0.6%，加起来所有基督宗教，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加起来，大概有台湾总人口的5.3%。但是长老会占多少呢？我们过去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过去的印象是长老会占一半，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的调查告诉我们，长老会大概只有占1/3，30%到33%左右。那也就是说，从过去的50%到现在，我们只占了33%，并不是长老会的总人口数减少了，没有。但是有一方面值得我们感谢是，台湾的基督徒人数其实还在增加当中，但是长老会的总人数没有怎么增加，所以我们所占的比例比较少。长老会有增加的最明显的是在老人年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松年团契这一部分有增加，而且有传福音，所以有一部分60岁以上的人，他们受洗的比例还算蛮高的。也许我们做社区大学，我们做松年大学有一点成果，可是呢，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年轻人是在台湾的教派里面，我们年轻人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只是像台北那个教会邀请我去演讲，那个题目说如何鼓励年轻人出来参与侍奉。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会下降？我想这是一个值得非常我们警惕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教会如果能够鼓励年轻人更多的参与服事，当我们的年轻人在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他们能够受到好好的培养，将来他们有一天，他们就很认真的自动会参与服事。如果他们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到异象，领受到使命，我想我们就不用催促他们参与服事，他们自动就会服事。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鼓励，或是我们没有本身做一个好的模范的话，我想我们的教会将来恐怕也会面临像约书亚记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教会未来新一代的领袖在哪里呢？除了谈到年轻人，我想我们常常也会面临的是教会的牧师。我想我们迦南教会刚刚好面临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刚刚离开。那我们开始要寻求下一任的主任牧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能够支撑起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并不是那么样的容易找。这时候我想我们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牧师他们回溯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是从神学院教育出来的。我们要想想看，到底我们投入了多少资源在神学院的教育里面？在去年，我去马来西亚拜访2个马来西亚的神学院。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本来今天下午我应该要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信徒训练。但是因为我今天下午马上也要到桃园机场去坐飞机，还要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去给那边的教牧博士班上课，所以我们会请另外一位老师来给大家训练。我去年去到马来西亚在那边拜访2间神学院的时候，我发现有其中一个神学院，其实他们的规模比台湾神学院要小，但是呢，他们在去年他们买了一块很大的土地在吉隆坡的郊区。当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羡慕，然后我就跟他们的院长说：“那你们的钱哪里来的？因为要买一块很大的土地，然后在那里有神学院，我相信一定要花很多钱。虽然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土地没有像台北这么贵，但是也应该还是很贵。”我就问他说：“你们的钱哪里来？”他告诉我说：“当然主要是靠信徒的奉献，不过他们马来西亚的长老会跟新加坡长老会会固定编预算来支持他们的神学院。”我听了以后吓一跳，我跟他说：“
怎么这么好？在我们台湾的3个神学院，不只是台湾神学院，包括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我们的总会，还有我们的各中会都没有固定编预算要来支持我们的神学院。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一件事情。神学院的收入最主要就是靠今天我们每一年的11月的纪念主日的时候，有老师跟学生到全台湾的各教会去请安报告所收到的奉献，这个占神学院奉献的大概1/4强。那其他就是靠信徒平常的奉献，但是我们没有固定从总会或中会来的编预算所进来的奉献。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也吓一跳。然后他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个神学院并不是他们的长老会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一个跨宗派的神学院，是有很多的宗派的年轻人到那边去念书。即使是这样，他们的长老会有编预算给他们。所以我看到他们虽然学院比我们规模要小一点，我指的是老师还有学生，但是他们的设备，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神学院的设备比我们台湾神学院要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年台湾神学院有2位新的老师，在7、8年前从台湾神学院毕业，后来到美国去念书，念完书了以后，今年一个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回来，另外一个在今年8月回来，学校都需要为他们修宿舍。但是学校在为他们修宿舍的时候呢，其实要花上一笔钱。那如果照学校的规定，其实是应该学校出一半，老师要出一半。不过这2位老师很年轻的老师，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要他们出一半，因为他们连在过去的几年念书都已经花掉所有的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学院的钱真的是常常是不够用。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教会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没有投入过足够的心力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做足够的关心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天，我们很有可能会面对的就是我们的世代交替的问题。每一次我在神学院里服侍，当我遇到这样的挫折或困难的时候，我读到约书亚记，我就从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我相信，虽然不管是神学院也好，我们的教会的下一代也好，我们这个世代传承上面，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困难，可是我们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服事，是由上帝所亲自拣选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就会发现，可能在那个瞬间，当摩西去到山上没有再下来之后，可能所有的百姓他们突然之间会想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可是不用担心，我们知道，当我们再回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上帝在很早之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17章第9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约书亚，出埃及记17章9节，是因为摩西他派约书亚还有其他的同工一起跟亚玛力人征战。所以其实可能在很早之前，上帝已经预备好约书亚，但是是从比较基层的服事开始。然后到了出埃及记33章第10节，出埃及记第33章10节，圣经这样说：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认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小的领袖，但是到了出埃及记33章的时候，约书亚已经固定的是在摩西的身边，成为摩西最重要的一个助手。也因为他成为摩西最重要的一个助手，所以在将来后来我们所知道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摩西到山上没有再下来之后，
上帝很自然的就拣选约书亚成为他们的助手。当然，我们在民数记也看到一个关于约书亚非常有名的例子。上帝的仆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上帝的仆人所应该具有的特质就是信心。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1章里面，上帝有吩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那约书亚其实如果跟摩西比起来，他算是一个年轻人。那当摩西已经离开他们了，约书亚一个人要带领一个民族几十万人，要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你说他心里面怕不怕？我相信就一般人来讲，心里面应该是非常害怕。他可能心里面会有焦虑。当年摩西有办法在法老王的面前行很多神迹奇事，而且当他们面对红海的时候，上帝让摩西能够用拐杖指着红海，红海的水就开了，然后他们能够渡过红海，进入这个旷野。可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条约旦河，这一条约旦河如果他们过不去，他们就不可能进入迦南地。我相信，如果就人的角度来讲，约书亚心里面可能是会有害怕。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上帝吩咐他：“你当刚强壮胆。”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可能从很久以前他就培养约书亚。我刚才要讲的这个，在民数记13章，当摩西要派以色列12个支派的领袖进去迦南地去看看那边的情况的时候，约书亚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迦勒。当他们这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看完了回来以后，他们的报告很不一样。有另外10个人，他们回来报告说：“哇，不可能啊，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那边的迦南人长得很高大。”然后他们又说：“迦南人，我们看迦南人，觉得我们自己好像蚱蜢一样。”然后他又加一句话很有趣。他说：“迦南人看我们也像是这样。”特别后面这句话，我为什么说它很有趣呢？如果因为他们身材很娇小，他们看迦南人觉得自己像蚱蜢，这是他自己主观的感受，对不对？那他有没有去问迦南人说：“那你看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也像蚱蜢？”这是他们自己想的，对不对？所以这10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会假设。这些迦南人看我们这些矮小的人，我们好像蚱蜢，但是是他自己想的。但是约书亚他的报告完全不是这样。当约书亚去看完回来以后，他说迦南地非常的美好，他相信如果是上帝要赐给他们的，他们必要能够进去。所以我想，上帝他很早以前就预备约书亚在他们的当中，从一个军事领袖，后来成为摩西身边最主要的助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知道上帝所要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像是什么。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8节，上帝吩咐约书亚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中有2件。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讲到，就是要刚强壮胆，要有信心。而且在第1章的第8节还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话。你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今天来到迦南教会，看见我们的圣殿，我发现在我们的圣殿的最前面有一本圣经，而这一本圣经不是印的，是每一个人所抄的，对不对？我非常感谢主。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信徒愿意用我们自己的手一字一句的来抄写圣经的时候，表示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尊重。今天我们有某一些教会，他们慢慢的陷入凋零，有某一些教会慢慢的人数越来越少。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不再看重圣经，不再认真读经，不再好好的讲解圣经。而我今天来到迦南教会，是我第一次来到迦南教会，但是我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就有一段很认真，大家一起读圣经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由牧师的带领之下，好好的读圣经。这是我们信仰之所以能够坚固，而且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传承下一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这里，当摩西他在交代约书亚叫他不要怕的时候，其实约书亚所靠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快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唯有靠的是上帝。而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最重要就是借着读他的话语。所以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而且你要遵行上帝的话语。当我们能够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我在这里，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青少年差不多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很深刻的经验。我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么认真的读圣经，所以我一直到高中以前，我没有养成好好读圣经的习惯。但是我有一次跟我们的一个辅导老师，教会里面的辅导老师，有一次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在经过他们家的2楼，他告诉我，因为他带着一群年轻人，我们平常讲话都很大声，很喜欢喧哗开玩笑。经过他们家2楼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嘘，小声一点。”他说：“我爸爸妈妈他们吃饱饭，大约7点钟的时间，固定都会读圣经。”然后当我经过2楼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看了一下。因为我是在台南的东门教会那个地方，其实我那个高中辅导老师，他的父母亲是做什么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打铁匠，没有受很多的教育。我们这个时代大概我们找不到打铁匠我高中那个时候还有，他的父亲是一个打铁匠，没有受很多的教育，但是呢，他学会了白话字。所以每一天当他们家吃饱晚餐以后，他跟他的太太就会用白话字的圣经，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台语叫做用呼的啦呼白话字，就是像这样拼白话字，把上帝的话一字一句的把它读出来。对我一个青少年来讲，我非常的震惊。当然我们年轻人都会，每一个人都会读汉字，我们读书不是问题。可是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好好读圣经。可是当我看到我的高中的辅导老师，教会的辅导，他的爸爸妈妈虽然不认识汉字，但是用白话字一字一句的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吓了一跳。后来当我信仰慢慢的进步以后，我就越来越能够体会读圣经的重要性。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信仰传承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很在意的是，我们到底要把什么样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在交代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告诉他要刚强壮胆，而且他要接受上帝的话语，而且靠着上帝的话语，他可以带领他们的百姓。每一次我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会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所看到那一对老夫妻，我心里面得到很多的激励。而且每一次当我在神学院服侍的时候，我看到每一年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进到神学院，愿意在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得到很多的鼓励。我举几个例子，在大约5年前，我们神学院因为有一位老师，也是我们前院长，他有机会先到缅甸的华人教会去访问。去访问了之后呢，那个教会的一个牧师跟我们的前院长林通信牧师说：“你们有没有可能派人到这里来帮助他们？”在缅甸，绝大部分95%以上都是佛教徒，只有少数的华人是基督徒，而他们那边的教会经过几十年跟外界隔离，他们所能够领受的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先
由老师来带领短宣队，在寒假的时候去到缅甸，他跟他们的教会配合，在那边做短宣队。但是我们做了1年2年之后，我们发现短宣队去到一个地方，不管是做夏季主日学也好，或者是在那边做简短的培训也好，我们发现都是没有办法有很长远的果效。后来我们就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派传道去到那边当宣教师？当几位老师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我那时候完全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缅甸是一个生活非常辛苦的地方。我想我们大家虽然我们有去过很多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大概很少人去缅甸。为什么？因为缅甸到现在还是蛮落后的。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又不是仰光，仰光算是已经比较先进。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从仰光还要坐一趟飞机2个多小时才会到的一个山区。在那个山区的教会，他们那里的居民在5年前还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那后来有自来水，也有电。那我在说，他们上厕所的地方是像什么？像我们台湾50年前的那种上厕所的地方。所以我每一次带学生的短宣队去到那里的时候，虽然我们服事是非常充满的热忱，可是住在那种很辛苦的地方，到了第3天我就算还剩下5天，然后到了第4天我还剩下4天，我每天都在算说，大概还有几天我就可以回到台湾，躺在我那个很舒服的床上，然后我们可以上很干净的厕所。去8天或者10天，虽然我们充满了服事热忱，可是那个生活环境的困难，坦白讲，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适应。可是当地的教会向我们提出一个请求，就好像马其顿的呼声一样，一个马其顿的祷告一样，说你来帮助我们吧。那我们就祷告。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当中有一位即将要毕业的学生，就是赖义穗传道，他自告奋勇的跟学校老师说：“老师，我愿意去，你们可以派我去。”我们本来不太有信心，你讲真啊，讲假，他是真的。我想上帝可能在很久以前就预备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在念道硕的时候，他其实不只是也跟过学校的短宣队去过缅甸。他自己曾经自费买了飞机票去到印度这个加尔各答，就是德瑞莎修女在帮助穷人那个地方，他去那边来在那边服侍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他也去过其他全世界一些国家，都是很贫穷很落后的国家。上帝给他心里面有一种呼召，有一种感动，他愿意去，只要是上帝差遣他。所以后来这个赖义穗传道在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先预备了1年之后，我们就真的让他去到那里。而偏偏就在他要去之前，因为他已经结婚了，所以在他要去之前，他的太太生了小孩。那我们接着要考虑的是说，那太太小孩要不要一起去？因为他太太是他的学妹，比他慢1年毕业在他要去之前，他也已经毕业。后来我们就思考说，小孩子还要在台湾打预防针，所以不能马上去。他就去了，他去了半年之后回来以后，他看到他的小孩已经长大，已经过半年，已经长大，突然心里面有一种遗憾。他说：“他怎么长得这么快？”他心里面有一种不舍。为什么？他说：“这个义穗传道，他说，我小时候的成长，我爸爸是缺席的，因为别的原因，他的爸爸是缺席。可是我现在当一个宣教师，我不希望我这个爸爸又是缺席。”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传道娘，也是一个传道，跟孩子，还有这个传道他自己的妈妈，他们一家4口就真的到缅甸那个很辛苦的地方去。义穗传道他的妈妈去给他们煮饭，这样子他们家2个人就可以一起服侍。当他们在那里服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说除了一般的生活环境的困难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小孩子在这个2岁之内，我们都知道身体常常会有一些病痛。那我们现在在台湾其实非常方便，我们到处都有诊所，严重一点的我们还有医院，我们还可以挂急诊。可是他们所去的服侍那个地方，
没有诊所，连他们的杂货店里面所卖的成药都是过期的成药，都没价值啦，都不能吃了。那所以当小孩子万一真的比较严重的拉肚子或是发高烧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坐2个钟头的车程，去到邻近的一个城镇，在那里看医生。而且坦白讲，因为那个城镇我有去过，那个诊所我从外面经过，我知道大概也不怎么样。所以在他们带小孩子去服侍了又1年之后，他们开始要决定，等到他们的任期2年的任期要满的时候，到底他们要全家回来，还是继续这样的服侍？学校的老师其实不敢跟他讲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么辛苦的环境，老师自己都待不住，我们不敢说什么。特别是当大家带着孩子在那里，万一小孩子有什么伤残两短，谁要负责任？所以我们没有请他老师多说什么话，我们就是为他祷告，我们也请他自己祷告。过一段时间，这个易碎传道他跟我们说，他愿意继续在那里。当然，后来他决定不是在那个山上的地方，而是去有诊所的那个城镇。那因为他在有诊所那个城镇，也一样很需要有传道人在那边服侍，但是他可以跟那边的教会配搭，但至少小孩子如果生病的时候，他至少可以马上的就医。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非常的感恩。他们家服侍的热忱，并没有因为在那边的生活很辛苦，他们就打退堂鼓。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信仰里面的传承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来思考，说我们有没有把这样我们在个人身上的各种信仰的热忱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社群、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其实上帝他早就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而且只要我们平常是很认真的尊重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而且顺服上帝的话语，那上帝就会从我们年轻的一辈当中来兴起一些传道人。在这个易碎传道他们夫妇去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我们只去一个家庭2个传道人够不够？其实是不够的。缅甸有好几百万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就祷告，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后来经过2年又进来的新生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单身的姐妹，她以前是一个药剂师。她在读道硕的时候也是一样，跟着学校的短宣队去到缅甸，结果她心里面就有这个感动，她愿意在毕业之后也成为宣教师去到那个地方。我们老师们，至少是我第一个感觉说，可以吗？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以去那里吗？后来我们跟当地的教会询问了以后，当地的教会说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们这个虽然是很落后偏僻的地方，但是村子里面每一个人几乎都认识每一个人，所以治安上面没有什么问题。生活当然是很辛苦，但是治安上面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可以放弃。所以在今年的暑假，他带着学校的短宣队去了以后，短宣队自己回来，他就继续留在那里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140年前马偕博士把福音带到我们这个台湾的地方，140年前我们台湾的也是一样很落后，而我们因为有马偕博士，他愿意从加拿大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的领受福音。而同样的，我们必须要想，上帝也许在我们的当中兴起一些人，不只是接受福音的装备，将来成为传道人，甚至成为宣教士。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祷告，我们把信仰传承下去，也让这些信仰能够激励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能够献身为主所用。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里面，上帝你兴起新一辈的教会领袖，
让他们来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往前面的旅程走。主啊，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同样也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传福音的行列。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在你的面前来问主啊，是我吗？如果是你的差遣，我们就愿意顺服。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所有人愿意刚强壮胆，我们不害怕，我们也愿意谨守圣经的话语，照着主你的引导来向前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